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熒幕情侶嘅包括袁偉豪、唐詩詠、鐵馬戰車。其實你有冇諗下係邊一個攞條鎖匙出嚟開翻你呢個 Memory Palace，你先至可以記到咁多嘢同講到咁多嘢，同埋咁多對星星眼咁望住你，好似啲天王喺紅館度開 show 咁樣。有病睇醫生啦！你咁急埋做咩？我想睇下你個腦有冇事。我個腦有冇事關你鬼事啊？我對啲蠢人有恐懼症㗎。喂，你想點啊？淨係得你可以用，其他人唔使用嘅。花樹晒個水喉。你用先。 Thank you。你中意拆喺度？根本冇變態殺手，嗰個殺手係你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